喺珠海，假如你有500多萬嘅預算啊，聽我一勸，唔好去睇咩大平層別墅，直接過嚟感受空中別墅給你嘅感覺。你有500零萬預算，喺橫琴只可以入手一套150平方嘅住宅，喺新香洲只可以入手一間180平方嘅次新小區，但係喺呢度就唔一樣，直接俾到你400平方嘅空中別墅啊！我哋先從門口睇起身，一梯一伙㗎，接近8個平方入戶花園，直接送俾你。子母門係個交樓標準，呢邊可以講話係買1層送2層，樓下自帶4間房間、2個衛生間，成熟嘅一個配套，同埋樓下呢邊有各種各樣嘅生活特色，小學、中學、高中全部都係應有盡有。最令人佩服咧，就係接近我哋一個6米嘅挑高，喺呢度唔安裝到一個50-60萬一個天花燈，都對唔住呢個咁嘅樓間距啊！我哋可以睇到開間係接近我哋5.8米嘅，同陽台同寬啊！呢啲一望無遮擋嘅景色啊，單單呢個景觀都值100個啦！大家同唔同意？評論區講俾我聽。呢邊係一個1樓，呢邊係一個1層一個展示單位啊！齋我哋客廳就接近80個平方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。你睇下咁大個餐廳位置，唔做一個中西廚，簡直就係浪費。過嚟感受下我哋廚房，廚房係個 L 型一個戶型，兩邊嘅採光鏡咧係完全可以俾到你個通風效果啊！所以話住得豪宅，講嘅唔係錢，講嘅就係面子啊！我哋可以睇到呢邊嘅北邊嘅陽台咧，展示出嚟嘅一個園林景觀都係非常之靚嘅。欣賞一下其他嘅房屋分佈啊！呢邊佢哋話係一個細房，接近15個平方嘅細房，大家記住。咁住得空中別墅，唯一嘅好處就係唔使計較話潮濕或者係空間不足。呢個係一個接近30平方嘅大套間啊！你睇到嘅冚唪唥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衣帽間、化妝間全部都係安置到俾你啊！嗱，呢啲乾濕分離就係空中別墅嘅一個標準。嚟，跟住鏡頭去2層感受下。嚟到2層嘅位置，先從左邊感受下呢一個高級又奢華嘅大挑空啊！後期嘅話，我建議下直接保留原狀。再過嚟睇一睇，呢邊就係你平時一個晾曬區域啊！呢個平方數接近係20個平方，全贈送俾你啊！嗱，跟住個鏡頭再嚟感受下佢呢邊嘅亮點。點解實用性可以去到400平方？呢度你可以安置兒童嘅遊玩區域，你睇到嘅中央空調同埋裝修都係佢嘅交樓標準。過到嚟呢邊咧，佢融入咗一個 T 字形嘅一個大露台，係不納入紅本嘅。呢啲舒適度，僅僅呢個樓盤先可以俾到你啊！仲有一個超級大嘅大套間嚇，呢邊嘅面積咧，不但有我哋嘅乾濕分離個衛生間，仲有大4間嘅細房，都係接近我哋嘅10平方嘅。過到嚟一樣可以俾到30平方嘅大套間俾你，全部視野都係一望無遮擋。特別一提，佢嘅功能區域分佈得非常之好啊！淋浴間、乾濕分離嘅區域同埋方便嘅區域，假如你哋平時中意鴛鴦汽水嘅話，呢啲浴缸係最基本嘅標配啊！嗱，2層嘅位置個功能區就係咁樣啦，再3樓再感受一下。3樓位置亦都係我哋嘅最重要嘅亮點位置，接近150平方嘅空中私人花園啊！感受下呢啲闊綽感、空間感。假如你有500零萬嘅預算，聽我一勸，直接過嚟感受空中別墅嘅感覺。感興趣嘅老友記咧，評論區扣個1，我將呢邊嘅詳細資料發俾你。